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母语教育是国家最重要的政策，教育部嘛一直在推动。你今日邀请到来宾是高雄一代国小的先生，如果一种在推动客家话的教育，我哋马上欢迎我哋伊泰先生来看上。伊泰先生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伊泰，今地高雄市前鎮區士甲國小教書。第士甲國小其實基本附近大部分係好多人呢。係，大部分好多人。咁佢推動客家嘅教育有難冇？開始時陣有些難，不過就係我哋客家人嘅熱情，因為推動母語嘅文化，從我哋客人來都市方教書，就會感覺到可以講客話嘅世界，過珍惜一個世界。從我見上班攏做唔得講客話，因為講客話冇人談嘅事。冇人談嘅事吼，係啊，嗰時候下班嗰時候都盡量講咧。係啊，從頭到講這個來自美濃嘛，吼，我哋第一次吼，美濃出幾多乜個博士啦、先生啦、醫生啦，當初要開始做先生，係咪嘛係因為人哋爸爸媽媽都希望講要做一啲高文憑嘅工作嘅想法嘛？係哦，係我做嘅老大啊，係第一個種子嘛，嘛係種孫。所以就阿公阿媽啦，自家阿爸阿媽嘛，就講做一個文憑的工作。我自家個性嘛係想要過文憑一下，所以就是都有配合的。嗰個嘅時間，如果自然嘅系統，其實係同埋師範學校係咪？師範學校。師範學校，學人。嗰個時間畢業以後，如開始到可能講國小服務嘅時間，其實一開始填喺學校。係，啲高雄市嘅樂群國小，樂群嘅國小。咁其實係本來喺教，你小學要分課嘛？你專門係乜嘅？你教乜嘅呀？國小其實係包班制嘅，包班制，乜嘅多嘅，乜嘅耐啦。係，所以我哋樂群國小讀到一個先生哈，一位先生啦，做張美英總美英先生，一帶我呢邊嘅母語嘅教學一個領域哈，佢感謝伊。其實差唔多係哪幾個時間咯？民國89年嘅下喲。民國89年，算行嚟講，差唔多20年前嘅咧嗬。係啊。20年前嘅時間推動客家教育來話，其實冇更加簡單嘅，因為更加是講我哋教育部啦，唔單止講我哋嘅高雄市客委會，我哋幾家嘅客委會。都出嚟幾多客語嘅教材啦，嚇！我哋而家咪幾多嘅鄉土嘅先生，但係20年前冇安尼資源嘅時間，幾時係咁樣講咯？係，佢係嗬，嘛非常感謝你高雄市嘅客委會，還有行政院嘅行政院客委會這邊嗬，攏感謝啦。不過差最多嘅係咧資訊方面嗬。以前都冇天龍嘛，以前天龍冇安好，錄音嘛冇名錄，嘛冇安個 YouTube，嘛個攏冇，攏自家錄，用安個卡帶，按錄本安個學生，因為安個咧學期都市方嘅學生嘅攏唔係客人，唔過安個咧有一個熱情咧，多間一個老先生傳承給我，就安個用啥下個嘅錄音，個嘅伊比賽，佢下咧雖然冇按本片，唔過就會。家長有看到我哋嘅熱情，學校有看到我哋推動母語嘅認真嘅態度哈，所以攏支持我哋。所以我哋有一來一比賽哦，佢還有安尼客語選拔學校全國嘅比賽，從安南部有以北部嘅苗栗啦來攏超有攬差異，所以嗬個經驗本來感覺到，這個張美英先生嗬就帶領我哋以安尼客語，個都市嘅學校嘅學生先生。有啲嘛唔係客人，唔過看到人哋量啥，按認真嘅推動，本安尼個一啲學生嘅有上台發表嘅機會，也攏幾感動，每擺安尼比賽過來成績攏幾好，所以啲樂群國小客人嘅推動就會幾紮實。不過我民國18年嘅下嘅拄好考到主任，以士甲國小，士甲嗰個地方就全部都好多人嘅。好有啲係你外省人，好人都唔係講客語，不過我哋一個熱情又培養起來嘛，感覺到啲我哋學校尤其國小扎根，幾重要，所以我哋繼續申請我哋嘅客語選拔學校，啲學校推動，帶動有些人，雖然也唔會講客話，不過就配合我哋政府嘅政策，以教研
落实伫那个你上的成败之中，大家来同佛教的同仁，哈，嘛相同三不四就讲一句合法，本然学，就会生活化呢，本然尤其啲比赛啦，接受一個文化，根本呢，等下會有一個小朋友，嘛係按你培養起來嘅。其實頭先我哋咧，一開始我哋講嘅時候，你一路講好了嗰種嗰自然嗰順嗰種嗰講理所當然安尼啦。但是其實我哋想下以後，20年前喺我哋自然之前冇咁多情形之下，還有一件事情就講，其實我哋嗰種我哋4-5年前嘅人可能如果提供我哋嗰早期對於我哋嘅母語教育其實係佢反對嘅吼，我哋其實唔希望我哋學校睇教，我哋講以前講方言啊，講你有講方言嘅話，你發5年語啊，冇你講變好時就可以發起。慢慢咧，我哋咧台灣咧風氣改變以後，母語嘅教育喺我哋學校地位變成，該有耐心，該有一啲使命感咧，一啲欣賞去做一件事情，那可能做好。你看20年前，一開始在做時間，乜個東西都冇，乜個東西都開始自家寫。但是我想問講，20年前在推動時間冇遇到乜個困難嚇？有相同，有像主持人講嘅，有啲位家長唔係個認同嚇。不過有一件事情，咱們重要就係一個事情，自家嘅認真去做，佢本人溝通嘅認真。你把它當真，你就人家就是覺得你認真，別人就把它當真哈。有那個你按你講啊哈，你係認真一做，你唔會感覺到人哋咩隨便講啊嚟哦，隨便按你教啊嚟，係真是按你對於按你嘅文化熱情愛教研，不會問學生嘅，因為樂群嘛唔係講咱們市中心嘅學校，也有一般嘅聲音咧，冇乜嘅機會。表現上台，佢會人哋都會有個機會嘛，下邊有攀幾多發通。從89年到90幾下母語嘅發通一開始萌芽，所以政府有幾多支持人哋嘅發通，慢慢地攀。唔係唔低就唔低，係低嘅人會低，幾多安尼個路線可以發揮。都好做民營先生，咱們有那個不管是使命感也好，使命感哈，還有他自己的專業的教學、語言的教學哈，俺攏佇旁邊安尼家己好，甲俺自家有出師去教囡仔細人咧哈，所以認真個會去甲因溝通，讓他們本家長講安尼係認真要做一個事情，本學生誒，尤其是國小，伊無安尼個學業的壓力。也還可以多元幾多方面去學習，所以家長最後攏會支持。佢會見將來教嘅20年咧，見古來有愛前幾年還讀到以前咧學生嘅家長會感謝嘅哦，多謝先生哦，本安尼給下嘅人良善嘅細人咧吼，有安尼機會培養伊嘅自信，培養伊個可以安尼上台嘅機會。佢會見攏太學生誒，見攏那個大學生誒，伊安尼個表演啊，伊講班啊，攏過順，攏佢感謝安尼，給下個小時候本人安尼個扎根，本人有機會表現安尼。上頭都講個使命感，其實可能係因為這個係客家子弟嘅關係嘛。但是對嗰多些年來講嘅話，伊唔係客家子弟嘅話，唔能樣去教書咯。譬如講，今年伊如本來都唔係客人啊，可能。連發言如果對開始搞時間，唔嘅時間按樣去設計講入去，我哋講教育嘅方針嘛，教育嘅過程啦，教育嘅一種工具，點樣去設計？一開始一天本身有興趣，所以就古時候就用那個童謠，學教誒，我會改變那個遊戲，用遊戲化的教學，把他們都把它吸引進來，本身有機會接受一個文化，冇人對客家文化係很陌生。有那刻板印象，那講啊就嗰種就提到客家就會硬講啊，講對事情，係啊，嗰麼就很吝嗇，人的印象刻板印象都安尼，所以其實我跟張美老師就會打破這個印象，我哋佢太可以哦，學生嘅人我哋你嘅有錢，一比賽嘛，個東西又發本嘢，就會用人嘅熱情啊，當然有人哋這個專業就係講，
俺们告诉俺们有俺们自家的时间嘛，俺们给他申请给他俺们时间就会跟那个设计俺就纳入政课，啊，佮会打散选修。给他几多学校都无先修那个母语的文班，俺们给他录取就选修诶，就本学校的俺就直接成一班，啊，俺们呢搞出来给他的国永师如何以前装进国小设计的那个教材，那个时候就有慢慢的搞出来，开始用统一，本然可以朗朗上口，可以会冲，会第一个客家文化，各位俺们进一步就会搞拼音，因为人爱讲准，爱讲唔係。像人哋故意會講客家，人故意唔係講客家，所以嘅音會走合，所以就會用拼音。所以人哋嘛非常感謝人哋政府嘅政策哦，慢慢地鼓勵人哋小朋友認證，也個像人哋嘅基本嘅等下小朋友未慢認證過，而認證過嘅就會講得比阿爸咪還要準哦，因為有啲會說到閩南語，有啲會要講。音冇準，不過以拼音認證過，講嘅比人還準。好，因為就唔係客人吼，冇民意講客家，就會用拼音啊，慢慢的，就是中年級差不多3年生、4年生給他就考試搞拼音，啊，過到5、6年級人鼓勵演繹認證。但是對於細人來講嘅話，伊總可以學人客家話發音咯。對人來講，伊唔能去想伊的那語言係嘛個咯。接下就拄好9年一貫的教育的規制開始的，接下就會強調每一個學校的特色，每一個學校有特色要行出來，所以叫做學校本位課程。所以我們出於唔係講從2條國位就過來哦，唔係必須我們必須可以拿獎狀替一道名哦，高中就講哦，也可以哦，也可以變成我們的特色。啊，而學到一個語言，而拄好認識一個文化以後，而又有自信。啊，這個自信其實可以帶到國語，可以帶到另外，以台語是會學英語，好外國語，你就會有自信。原來學習就會按呢一個方式，所以一來按呢。啊，個人去解要當導師嘛，哈，佢有幾多機會咁樣的家長按呢接受，你就感覺到，我學這個，我可以讓人呢小朋友去表演。哦，有留言，人哋家要做光碟哦，所以呢，表演還能做光碟送本語哦，你就感覺到就甘心呢，啊，就會甘心啊呢，所以就支持。因為呢，我的孩子可能在平常的時陣，冇乜個表現的機會，種嘅考試嘛唔係幾好，不過借由這個發通，可以看到亮點比亞身上，所以呢家長就會唔係講1年2年的支持哦。就會按嚟看做認真的態度有感通到嘢。嗰種學習語言的本質其實係同樣嘅，唔單止係學客家還是學英文，也本質係同樣嘅。有些下我等下我哋埋嗰度講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一太先生同你講，伊哋20年前希望可以推動客家話嘅教育。像同你這個分享我講，其實這個唔講係樂群國小，冇講其他嘅私家國小，其實如應該講唔係行業嘅國小啦，大部分唔係好多人都冇到一般至少係好多人以上。像按呢睇國小地步呀，那推動客家話，頭先唔講嘅呢個重要嘅東西，你講其實把客家話等於都學其他語文樣嘅。好，學客家話係一種語文的選擇，只是講伊唔學英文，如果學客家話，但是同講的次性嘅部分，但因為學客家話，因為有幾多表現嘅機會，告訴伊一嚟也有次性，比學其他東西嘛，個在次性嘅方面，地方因為幾多表演，幾多去比賽，表現得有一啲次性感，從一部分係哪就開始發現嘅咯。因為啲愛講量嘅話哈，伊個啲愛樂群嘅時候，佢係當那個托師，佢係辦方就有一隻什麼一隻，一個什麼嘢，一個誰來嘅哈，什麼嘢也就係爸爸就再娶，所以呀媽媽養越南，好外配，好啊，所以那個女生就是弄當我的那個伴奏。
都是当班长，能力鬼强，我爱交代伊嘛个事情拢可以做吼。不过就会以阿妹跟爸爸的新住民的外配，所以伊去甲阿妹哦，又跟阿爸离婚的，所以伊去甲阿妹去中国台流的，所以他是再娶，所以我觉得又本一种本伊机会上台的机会，伊都做啊几好，近地交通太好，做啊那个研究生的，又多近都还会鼓励感谢爱，他在那个内心的那一块，我觉得借由这个发通可以补足。那位在西来的马相同单亲家庭呢，也多爱交易，给他多家庭有发生一些问题，会就规模痴心，甚至有偷东西啦，发生一些不好的行为，相同可以拉起来，鼓励用这个活动啦、表演的机会，可以下歌诶，本演一搭吹歌啦，就表演那个说唱艺术等等，用啥配对，过一表演，慢慢的请多人去改痴心，鼓励，你讲老师不会放弃我们，还有拜通本演，过也爸也没看到诶，慢慢的鼓励讲。其實我哋唔會因為太年嘅時間而影響到我哋小朋友嘅成長。慢慢地看到，我哋老師真是幾用心哦。我哋唔係廿八廿咪攏可以照顧按用心嘅，你攏可以按嘅咯。慢慢地給拉回來，我就看到見廿兩集攏都太好嘅，攏表現得幾好，攏還有聯絡吼。我係啲自家介紹嘅下嘅，因為我就會跳落到主任嘅下嘅角色嘛，跟我哋前東。做線上其他目標啊！我條路就經常我用嘅啲唔係客家中嚟推動客家文化，客家母語嘅認同咯，除喺生活中我可以講，過啲那個平常嘅朝會時間可以講好朋友跟小朋友宣導母語嘅那個我哋貴少農有嘅推辦母語日哈，可以講我哋行業介紹行業以外，我就鼓勵小朋友相同。申請學弟弟的那個，我會鼓勵自然的教師的，英文的學教研，我會有發通有比賽，像我們自家嗰時候比落群嗰時哦，一個年級就2班，以前落群有4到5班一個年級，所以按小嘅人相同我們可以視察去做演藝比賽，跟人化妝啦，帶演藝比賽，家長慢慢地感通到，我要教人自家的母語可以生根。啲人自家地方吼，我更加啲視覺嘅時候，我自家感覺幾感通嘅地方係我98年開始比教師組嘅客語朗讀比賽，嗰到去年嘅108年，我終於拿到我哋教師組嘅特優，應該是教師組嘅第1名嘅，我感謝也一路行來嘅支持我嘅好朋友啦，還有我嘅說的莊明先生啦，佢都會感謝嘅。其中我96年、93年到96年加一套高雄師範大學嘅客語文化研究所，佢今年又特別歸跟我哋咧研究所先生請教，而用嘅賞情，而用嘅表現啊，而用嘅朗讀人可以感通人啊，嘅先生我哋講阿蘭摩先生，就是我們的所長啦，還有我的吳宗傑教授，我非常感謝。小同我講嘅經驗，跟我哋自家嘅小朋友分享講，認真，雖然比賽會過度失敗，堅持下去，一個成功勝利就會很期待，就係你講我嘅經驗分享嘅分我哋小朋友。頭先見我都發現個，伊唔單止係人家前，其實伊喺對伊嘅欣賞嘅角度，用嘅方法。去幫生意的藝術，其實也有方法，我能講客家嘅教育一種方法，但是佢也客家教育，基本可以變成一啲譬如講印尼化教育啦、越南化教育，但是因為伊嘅本地客家人，所以對於客家嘅一種熱情，變異把嘢東西聽出聲音嘅韓國一片。從我哋今日看到安到伊嘅獎牌，從你咪同我說明下。也頭到迄個我哋講嘅，下面頭都講嘅，即係個朗讀比賽嘅獎。朗讀喺前面啊，這個係，佢係我哋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過一個，就佢係一種啲輔導師幫一種細年嘅，所以我其實很關注學習嗰個後輩嘅細年嘅，因為家庭教育咁重要嘛，所以我哋推動
家庭教育啊，各一个中辍辅导中辍小朋友用的方面来的。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分享的案例，因为感谢主持人哈，又讲来回顾一下哈，所以我这推动一个时间其实没上很多，不过不经意的就是感染，让人拉上来。可是对你来讲的话，其实细人的学习的过程对你来讲比学的科目其实更重要。更重要，过程很重要。像我们今年更加在做教务主任嘛，相同讲活到老，就讲终身学习了。你那一生就会在学习，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但是问题是，人家几多细人的因为讲去学客家话。可能如果比赛如果拿奖啊，你用来面对安的一种情形咯。所以我本身就会一个规划的例子啊，就会毕业生涯都没拿到嘛。所以如果跟新人来讲，看欣赏毕业生涯咯，有没有也个热情？新人我想讲，老师冇给新人啊，新人就毕业了，用来听给新人咯，能用来面对安的问题。就会讲不要放弃，乐观，乐观。就是乐观进取我的座右铭就是改工老师就是很乐观，明年都有个时间就会比赛。其实过社会10年的没上很多啦，除非讲什么搞不会上谁来拢讲嘞，太难为你就改讲，其实10年的过后篇，有好雕，有好实，有好教，研究会来。可能10年的好篇但是10年的家长唔到好篇，家长咯，家长其实应该讲。做到健康的可能嘛，有一些我能够口碑啦哈，他跟人哋我哋依他先生贵名事嘛哈，要付出幾多，但是對幾多家長來講，反而嘛可能講因為更加教本依他先生希望講某嘅可能今年都可以代表去做龍頭比賽啦，無論乜嘅好，然後以做得獎，你用去面對家長係有得失的一種心情。家長其實真的會比較在意，會比較在意這個結果，但是也還是因為今年家長都會學10年，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從10年下手。其實小朋友係有興趣，伊冇跟家爸媽講，我唔會學嘅，我唔會選修嘅，其實也還是會讓他來學習。雖然也兩次比賽都冇得名，唔過人哋跟家長繼續溝通講，伊真是有一個能力，可能讀到嘅題目啦，出到嘅運氣冇乜嘅好。唔過唔可以讓你鬆腿，人這個要多做什麼呢？就是跟人拍照、錄樣、送這種小東西，一定要做嘅本家長感覺人是認真嘅唔係講就會隨便抓一個小朋友去比賽人哋唔會人哋看一件事情。因為伊代表的就是我們這個文化嘛，我帶演出去比賽弄安尼就講你不只是比賽，我們要學習的一個過程裡邊，我們學到乜個東西，所以我們就像主持人講的，唔係講搶教你一個東西，教本唔係用來處理事情，特殊的學習的態度，本家長感受到嗰種人嘅視覺嘅時候發生譬如講等你。專門學客家話，你辦啲咩參與當然。其實幾少，像人哋一個年級差唔多58個人嘛，差唔多10倍，最多嘅時間10倍個人。但是問題係有時間有時呢，間有啦，有人講老調嘅，然後學個叫嘅，咁唔用嘅去根據以自己冇同樣嘅能力去上課咯。就小老師就會發揮作用嘅，像我哋等下訪問嘅小朋友就做小老師，伊去對幾厲害嘅，交通業嘛，先交通業本人有興趣來學，冇留不住學生嘅，會講幾無聊，伊就上去做嘅。所以像我哋明年申請嘅學比嘅，絕對唔係搶高安那個行業，一定要辦的那個發通，從校慶運動會多嘅，我哋一定就有擂茶站啊，乜嘅站本來你家長沙期嘅民眾來講，你人哋要推動學業唔係搶搞學業，本人看到又可以介紹文化嘛，又可以深嘛，又可以了解歸依，人就會感覺到學校有從事一個發通唔係講2-3下你教會就，因教會也冇講，總統唔會學習到所以就是還是一個態度啦。嗰個人家
客家话的一种教育的推广，唔单止係推廣嘅客家話，其實推廣嘅係一種知識嘅練習。休息一下，我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同年街頭發算數，移民屏東已經40年了，但係對故鄉美濃嘅思念從來唔識停過。離開故鄉很久，希望我最唔會聽到嘅係乜嘅？我會納講，最懷念嘅童年係街頭發算數。觀眾朋友，頭都唔聽到嘅朗讀係我哋一太先生嘅學生嘅陳偉決而讀嘅啦嗬。但是唔得啲哦，伊本來唔係客人哦，佢說更加聲音呢，唔係客人就可以咁樣按好，實在冇簡單。我請問一下偉決嗬，你自家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學客家話咯？因為我幼稚園嘅時節，就一代主任就有講，冇有專門教客語嘅先生會來幼稚園教我哋客語，故所學2年嘅，一個時節我在小學1年生嘅時節，學校就有開設一個課後社團，係客語，係專門教大家客語嘅，故所我就想講，我對客語還蠻有興趣，故所我就想講繼續學下去，故所我一天我進步考緊就問我嘅阿爸阿媽講，我咁粗嘅繼續學下話，佢哋就講要粗嘅繼續講，故所我就要報名學校嘅一個課後社團。咁唔見㗎，學客話好多見㗎，唔會感覺到講學客話會鬼神奇嘛？唔，我就想講學客話係一件好嘅事情，因為我也係4年生，故所我嘅課後社團就係在星期五的時候，就是有其他的學生會跟我們一起上課，然後就是跟我平時上課嘅時間共用，有下課嘛，沒有上課嘅時間，客語先生會幫我哋看一些有關客語咩清詳細嘅樣片，所以我就想講，一個課程清詳細。咁像唔知㗎，頭都聽同人哋朗讀嘅時節啦，我哋頭咁啊提講，我哋一開始我教人會以朗讀啦，會參加比賽。唔好感覺到參加比賽練習一件事情係啲過困難嘅事情冇，冇得講過辛苦嘅事情。我感覺唔會，因為我現在係一個已經參加比賽當久嘅一個人，故所我現在去參加一些客語嘅比賽，我就感覺冇壓力嘅事情。嗰個觀眾朋友，你即刻看到見嘅，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今日聲音嘅幾多爸爸媽媽都冇提講客話，嗰時連客家字體本地都唔會講客話，但是人哋見家我哋嘅偉決，即個唔係客語嘅字體，你可以同我對頭都可以試，我用客話模擬，可以按溜嘅用客話來回答一件事情，是係冇簡單嘅事情，雖然講有啲試過難。好，伊冇辦法去講出來，但是至少伊幾有自信嘅把客家話講到嘅8上9上，至少可以吞以來伊都溝通嘅件事情。我想問一下伊他先生，從偉決也為你哋來講法，當初去教嘢是係用嘅一種心情，或者講用嘅一種步驟去教嘢件事情。實在感謝以幼稚園給他的先生啊，好，還是要感謝一下楊勝芳老師，給他一個滋養先生，要請伊來教，給他二話不說就來教，給因為我都自覺嘅時候，給他係呢主任嘅嘛，哈，給他們一多給他嘛請唔到先生哦，因為也唔係客語嘅那個莊頭嘛，哈，所以請到楊勝芳先生來教，給他幾有方法。會有用遊戲嘅，用那個童謠的方式將人拉進來。幼稚園幾奇妙，兩班呢，所以2班以下前1個小時上 A 班，
后1个小时上 B 班，所以全部拢送到。我研究最好的粉丝都会一年先给人去开课后社团，让接送来。所以研度有感觉到呢，佢奇妙的地方，人咧家长会支持，主要係人咧家长会支持。你等於你講，伊嗰時節喺幼稚園嘅時候，大學嘅規劃基礎，你哋過小時嘅，你都好把一群聲音嘅直接帶過來，嗰時一定會感覺到講客家話係啲幾神奇啊，幾好教啊，一定語言，唔因為講伊啲幾神啊，幾硬講嘅一件事情啊。但是我想問一下偉決哦，你幾時應該依種眼神啊？新眼神。新眼神對你來講，客家話係啲乜嘅樣嘅一種感覺啦。你因為講客家話對你來講，冇一啲幾困難嘅事情，還是係吧，係要繼續學下嘢。我感覺學客話係一件，我唔感覺當困難，咩唔感覺當簡單嘅事情。不過我因為學客話係一件需要認真嘅事情。需要認真嘅事情，其實做乜嘅事情都同樣啦，如果需要認真。但是我今日問一下伊太先生。你喺邊咯？你喺邊對你這個客家教育有乜嘅計劃冇？其實我離開閩南研究，就有一種想要歸故鄉嘅心情。所以我經行尾講客家，其實係對我阿媽嘅懷念嘛。因為阿媽就唔按多年嘅，所以我歸把握可以講客家機會。我以前感覺到喺都市方推動客家文化歸困難。都我給他讀我伊落群嘅時候，告訴佢讀到張美玲老師，給他改變了我嘅想法。伊都講啊，其實樂觀進取，永不放棄，係伊教我嘅，係講伊就安尼認真，我感覺到一啲好多人應該唔可以講啦，也蠻冇認真去學啦，唔過我就喺亞視上看到，就會認真嘅態度本人感通到。事實上嘛證明超過。落群嘅時候，全部攏好多人嘛，唔過都聽到先生安尼，你比賽伊來佢最後讓學生嘅見睇學生嘅，就感謝安尼，所以走一路回來我感覺到，雖然我見做唔得幾面咯，唔過我見工作嘅地方，咪相同嘅包嘢嘅機會，有一機會我見主任啊嘛嚇，喺未來可以當高中嘛相同，我鼓勵我先生去申請，唔好。感覺困難，見你機會咁樣多嘛，嘛不止推動母語嘅學業，有安尼機會就會佢申請來。有機會當然啦，等我年紀大些，我想要貢獻我的心力歸於我自家故鄉。我見我嘛感覺到我面容嗰度安尼外配，嗰度很幾可憐嘅，但那個有啲些人嚟幫助，用嚟協助，因為我感覺到我哋故鄉嘅母語嘛。一年啲落下去嘅，所以嘅未來期望啊，唔過規模咁簡單啦。但是頭都有講，其實你講喺北間有機會做高中嘅話，其實冇鼓勵人哋欣賞一種母語嘅教學啦。但是問題做主任係做主任喎，做高中係做高中，嗰高中其實係計劃我哋全部學校嘅一種教學嘅方向啦，教育內容。但是家長講，你即係想講，你即係做高中。咱用去鼓勵欣賞去做一件事情，有種因為講教書教得好啊，做麻煩嘅時間去做安尼母語嘅教學啦。對你來講，母語嘅教學係領用嘅一種精神，無呢個母語教學會唔會帶來係乜嘅意思咯？我感覺到咱們創業，我感覺到就是以身作則啊，這個就係一個榜樣啊嚇，我係跟。先生講嘅，絕對係講嘅，來自閩南嘅客人，第一個。但是我先生講嘅唔係來自閩南嘅咩？唔係，你就見嗰度多元文化嘛。唔好咯，我就鼓勵我推動好多嘅閩南語文化，我原住民嘅咩相同，我就鼓勵我哋嘅老師先生，我重視這個多元文化一個重要性。唔講我去講，我一定會想辦法，將客人嘅資源嘅教師。引進來，也跟我使命感用的啦。像人哋課後社團啊，就各有機會嘛，愛開唔開，學校絕對有機會申請。我見到有啲佢從一個問題，可能同我哋客家話教育冇關係，但是嘛有時有關係。因為頭多人講，其實我哋而家學校地方學過強調一種多元文化。因為對啲先生來講嘅話，多元文化對我哋生意來講也係影響係乜嘢？感覺到多元文化最重要嘅就係。
保养一个精神。迄无介绍一个文化，无讲一个语言，无介绍到福建地方，伊就对人来讲，安尼就会客人啊。实在谈到一个，我就会过感慨啦吼。无就会对行人的一个偏见，系一个去改变去改想法。迄眼看人我见伫世界国小，我就会一个行人，我就安尼表现，我感觉到人看客家文化跟看行人就唔会以前的一种嘅偏见啦。所以我感觉到多元文化教本更加声音呢，就会一个保养。迄无以推动，其实讲霸凌就会安尼。因同学之间就按嚟產生。可是今日對伊太欣賞嘅伊個經驗來講的話，其實我哋可以看到台灣其實也幾十年來講，我哋對語言來講，唔單止講我哋對以前嘅華文教育，可能專門華文教育，慢慢的都係我哋而家可以講我哋話河洛話、客家律係我哋國家嘅語言，後開始重視，慢慢的變到我哋更加，我哋如果到各地方來嘅，譬如講我哋東南亞啦、越南啦、印尼嗰度來嘅，嗰度我哋啲新住民來嘅時節，對伊嘅文化重視，變成講對伊嘅最簡單嘅母語嘅教育來講，變成係個多對多元文化一種尊重同教育。其實對成人來講，那係真係最重要嘅。唔單止講係教育係一個刺激嘅一種教育，最尾來講對係一種對自家文化對。偏人的文化對偏人的語言，咪係一種尊重嘅一種教育。今日佢講將我哋依家同我哋圍住嚟當嚟現場，同我哋講同我哋客家話嘅教育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朋友，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等下聽下咱欣賞來運動哦。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運動又來嘅，謝諾夫先生同大家共下來運動哦。今晡日帶來運動係一個過年嘅運動，一過年聽人哋一般人嘅屋企種哪一度哦，唔是太長都差唔多，同人哋要差唔多按個都是得嚟哦，唔是太長哦，強強嘅。但係我哋用一個安全又簡單嘅觀念來向下運動哦。記得一擺我哋嘛係用準備我哋等你哦，一等你主要係半天先到要輪呢走來走去也是唔得。另外高度60公分嘅高度都是得咧。最主要幫我哋坐定，唔係半天，唔係走來走去。今晚我哋都開始來運動哦，第一個動作我哋都係來訓練目睭同我哋手，一個兩邊要運用過年變落來，目睭要看好來，沙定來，放上來，先特別得啦天內行，我哋都是得嚟哦，我哋來做看視你哦，做一下成功。2成功3成功4成功5成功6成功7成功8成功9再來一擺哦10按你我哋目睭看定我哋手過年唔好變跌落來，也嚟錄我哋平常訓練我哋老人家目睭同手嘅訓練嘅運動，幫到一係手嘅智能，要做點東西，唔好你幫到你親好運動，我哋再做一擺哦，1 2 3 4 5 6 7 8 9
10迄种地下嘛唔强，嘛袂要紧哦，也忙安尼一种练习用木柱同鼓励两片木柱要看好来，咱唔要地下训练安尼老人家，同时迄训练安尼木柱同树，分老人家忙到一海，伊要反应要清好来，安尼练习咯，嘛喺做事下1、2、3、4、5、6、7、8、9、10，迄种安尼体步卡，用力咧鼓励，伊个轻强，唔要轻重哦，大度嘛唔要痛，第六天嚟讲嘛唔怕哦，也系练习，安尼向下来做，心情要变强爽来，再做一摆哦，1、2、3、4、5、6、7、8、9、10，做到安尼，大家冇会毛，再来安尼数来做太嘅运动，撸铁打开来，用转呢转过来，摇过慢摇，转去太强咯，安尼来转4下，2下。3下，4下，5下，6下，7下，8下，9下，10下，另外一片安尼来转10下来，1下，2下，3下，4下，5下，6下，7下，8下，9下，10下，安尼转了20片，左数10片，右数10片也咧帮安尼主的力量，还有木主宽电的力量，安尼老人家，家唔会帮到，安尼再来100款式呢扬上来，1下，2下，3下，4下，5下，6下，7下，8下，9下，10下，转另外一片哦，1下，2下，3下，4下，5下
6、5、7、5、8、5、9、5、10、5。也咧是咧训练咱的手的力量、目睭的同手的训练。咱的也慢来，去送出去，数日来，送出去，数日来，也慢系个好训练，不卡，咱的有老人家重视咧器官训练哦。来，1、2、3、4、5、6、7、8、9、10，最尾15。1、2、3、4、5、6、7、8、9、10。做到也慢，咱的手同骨呢，慢慢的越嚟越唔要得气咯。作为咱的来训练咱的手，也嚟转的蔬菜，同手运通通来，咱的手肯定咱的骨呢，目睭肯定骨呢转圆起呢，夹冇，唔是个夹哦。做事转的记下来，弯右手转记下来，转圆起呢转记拳，训练咱的目睭同咱的手的运通，很好的训练。你的训练，老人家敢唔会帮到哦，嘛唔会老花人夹，必转起呢，目睭要看下来。手是运通到，来本书哦。简单的东西也来管呢，不卡重要，唔是拿太长的，差唔多60公分上下，就是得嘞，强强的。主要训练咱的目睭同手的动作。记得也来管呢，挺简单。上面、下面、左边、右边，咱哋根本日教嘅真简单，咱哋用日嚟管理，腰骨挺痛，生咱哋转圆拳，两边嘅转圆拳，仲非常嘅简单，根本日咱哋學嘅日嚟管理嘅運動，大家好唔好冇？好運動。謝諾夫先生，我哋下禮拜見面咯。